4月22日，要警醒禱告。經上記着說：務要謹守警醒，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，如同哮叫的獅子，遍地遊行，尋找可吞吃的人。你們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他，因為知道你們在世上的眾弟兄也是經歷這樣的苦難。彼得前書5章8至9節。讓我們同來思想經上的話。彼得前書5章5至9節，與雅各書4章6至7、10節十分相似。神阻擋驕傲的人，賜恩給謙卑的人。經文提醒信徒要謙卑，順服神，依靠神的恩典，才能勝過仇敵魔鬼。這是得勝之道。信徒要用堅固嘅信心抵擋魔鬼，即是要在信心裏堅定地抵擋，因為魔鬼用不同的詭計引誘信徒，但這樣做尚未足夠，還要格外警醒。若失去了對禱告的熱誠，我們就會遠離警醒，成為魔鬼隨處尋找可吞吃的對象。同樣地，雅各書4章8節提醒：你們親近神，神就必親近你們。這樣我們可以剛強壯膽，靠主抵擋魔鬼，魔鬼就必離開我們逃跑了。讓我們同心禱告。主啊，感謝你經上的話提醒我們，務要謹守警醒，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哮叫的獅子，遍地遊行，尋找可吞吃的人。主啊，每當我們面對壓力和困難的時候，我們都習慣描述自己嘅處境和困難，因而忘記了禱告，忘記了告訴主。有時在悠閒安逸中，也會不知不覺間失去了迫切禱告嘅心，失去了對禱告嘅熱誠，使自己遠離了警醒，被那惡者有機可乘。主啊，求你幫助我們在壓力中或在享樂裏都不要鬆懈下來。求主賜我們無論在什麼境況都要有警醒的心，免得入了迷惑，又要有感恩的心，常常奉主耶穌的名感謝天父，又要靠着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，並要謹記經上的提醒，我們倚靠神，才得施展大能，因為那踐踏我們敵人的，就是他。願主嘅說話時時提醒我們，叫我們得着隨時的幫助。感謝神，奉主耶穌基督聖名求，阿門。心靈回響。主啊，我們要警醒禱告，大事小事都告訴神，求神領我們走在平安的路上。